唔那咱台湾热翕翕，这欧洲即阵嘛长热，西班牙、葡萄牙6月底是冲到46度，法国、意大利、英国嘛出现这6月是有史以来上介热纪录。德国柏林建筑工人、厝顶工人加罗翻啊，测伊即日37度的高温伫大日头卡拍。 It's quite hard for us, engineers, and for our workers. We try as much as we can to stay safe, firstly for ourselves, and after for our work.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小英7月初1侵袭规个欧洲气温达到上高峰，法国当局采取预防措施。巴黎高温摄氏40度，超过2300间学校宣布停课，也是部分停课。埃菲尔铁塔顶站对外无开放到拜四。两一间病院，这名护理师以水雾喷短圆中者面甲头来降温，不过有一间病房内温度摄氏33度，无空调，互病人真无爽快。 change qu'en fait les patients sont bien plus à risque de déshydratation, de coups de chaleur, et donc il faut veiller à ce qu'ils soient hydratés et veiller à ce qu'ils ne soient pas exposés à des fortes températures. 意大利限制户外工作，13个大区发布高温之下室外工作禁令，中昼到下晡高峰时段禁止工地施工。几个大区病院通报急诊收治高风险族群的流沙病人，其中托斯卡尼区住院人数增加大约20%。Uno dei rimedi, ovvero bagnando le braccia con l'acqua della 葡萄牙6月创下单日上高温46.6度纪录。西班牙甲英国也通报史上上大的6月，其中西班牙一个月平均温度23.6度，比以往7月甲8月的平均温度也较悬。另外，西班牙巴塞罗那也发生一名加罗女清洁人员亲像高温之下工作不幸死亡。伫亚洲的日本上高温恐惊会超过摄氏35度。日本气象厅初一宣布，日本今年6月的平均温度比起2020年的30年间平均高出摄氏2.34度，从1989年开始统计以来新高。气象厅表示，这是因为日本附近的高压系统比往年更加强，造成冷空气入来。公司新闻为您编译。